80後嘅廣東人最鍾意咩高達？不斷求變，新機動戰記高達 W 就作為全新嘅嘗試，打開咗高達動畫偶像劇嘅新紀元。無論係配樂、機設定係主角嘅人設，都較以往高達作品有好大區別。總而言之咧，就點型點辣，尤其係嗰件綠色嘅背心、黑色嘅短褲同憂鬱嘅眼神，簡直係男神般嘅存在。文西，司令係達文西。同時，得益於 TVB 嘅引進，廣東地區嘅朋友呢，就喺1998年就可以收睇到高達 W 啦。加上當時學校門口玩具店嘅 Band D 猖獗，以至於高達 W 就成為咗廣大廣東80後嘅模型入坑作。講到模型本身，除咗 Mega Size 之外，各個比例、各個系列，我哋都可以見到零式飛翼嘅身影。2020年更發售咗萬眾期待嘅卡版飛翼。隨住卡版飛翼嘅出貨，HIRM 飛翼嘅價格就持續開始下跌，但係一款國產飛翼反而繼續高開高走，現貨價格更係超出原發售價嘅1倍有多。講嘅就係今日嘅主角無心飛翼。作為該廠家唯一一款冇無名小卒參與造型嘅作品啦，喺大家最關心嘅外形方面，個人覺得都算可圈可點啦。區別於機械感十足嘅 HIRM 同埋較為圓潤嘅卡版飛翼。無心嘅設計思路就係將銳化進行到底，相信好多人喺製作過程中都出現咗血跡。咁嘅銳化度，想製作得好睇，真係有一定難度嘅。就好似我平時喺群入邊講嘅一樣，無心飛翼最大嘅亮點就係傲視群雄嘅飛翼大細，同埋豐富嘅武器配置。甚至可以講，你係買飛翼買武器，高達只不過係贈品。羽毛嘅大細喺所有1:100比例嘅飛翼模型入邊都係最大嘅存在。主飛翼嘅長度有23 cm， 輔助翼嘅長度都有19 cm， 絕對係完爆般放。而且飛翼自帶嘅展開機構層次有序，係拼裝飛翼入邊體積最大嘅一對翼。關於配色方面，視頻後面會有詳細嘅介紹。其次就係附送嘅矮星炮啦，真係呢台飛翼最大嘅亮點。體積驚人嘅同時，你可以插喺你嘅後裙卡，使得成個造型更加平衡，唔會出現頭重腳輕嘅現象。哪怕你唔用呢個咁嘅飛翼背包，淨係插個矮星炮，依然硬漢感十足。喺解釋噴塗思路之前啦，提醒下各位，一般嘅情況下呢， Bandai 嘅板件你都係唔使洗件嘅，但呢台無心飛翼呢，就真係唔多乾淨啦。尤其係武器板件，真係有啲油膩膩嘅脫模劑，唔洗乾淨嘅話呢，真係會影響你油漆嘅牢固程度。大家都係小心啲洗一洗啦。配色方面呢，我哋使用咗常見嘅3主色配合 RG 灰分色啦。主色嘅調色呢，就冇按照主流嘅鈷藍加紫或者鈷藍加熒光藍呢啲高對比度嘅調色方式，使用咗藍、白、灰3色嚟調節佢嘅深淺，避免過於撞色。而你選擇咗比較低對比度嘅主色，就一定要喺細節處做一個提亮嘅處理。就好似呢個肩部嘅圓盤為例啦，我哋就使用咗偽電鍍嘅藍色嚟做一個配色嘅提亮，少少一圈反而俾人哋一種更加眼前一亮嘅感覺。全機都使用咗多處嘅銅色作為點綴，增加佢嘅機械感。講多句題外話，銅色作為金屬色點綴就非常好用嘅，而且相較於金色同銀色呢啲亮度太高嘅顏色，銅色又更加柔和，就唔使擔心金屬嘅細節同埋本體一個燒光質感嘅差距過大，導致一個違和感。其次，無心飛翼嘅噴塗藍點就係呢對死人大羽毛啦。HIRM 作為一個機械感嘅設計，無論你係平噴分色、純色、陰影或者漸變色，都有一個比較好嘅效果。而無心嘅飛翼更加偏向於 Fix 版嗰種生物化嘅設計，
對分析嘅尺度感要求比較高。色差大就容易顯得污糟，色差細又因為你嘅 size 顯得過於單調。今次我哋羽毛部分就用咗4色分析，使用咗白、2個灰度嘅冷灰同埋灰加黃調出嚟嘅淡帆布色作為分析，大家可以作為參考，亦都歡迎多多嘗試。而飛翼嘅外側，我哋就避免過於單調，喺接縫處都使用咗3個金屬色作為一個邊邊。無論你對翼係處於展開狀態定係閉合狀態，依舊有2點。關於武器嘅分析方面，無論你係選擇咗金屬質感定係燒光質感，同樣都可以做得非常出彩。今次我哋嘅範例就用咗燒光嘅基礎色作為一個分析配搭。考慮到整體顏色可能會偏暗，所以我哋使用咗幻光碟進行提亮。喺唔同嘅燈光底下，武器上面嘅幻燈片喺度不斷閃下閃下閃下，真係有種武器充能嘅感覺。好啦，今日嘅介紹就全部講完啦。如果大家中意呢台作品，咁就關注加一鍵3連啦。拜拜。